大家平安，欢迎收听5月初3的迦南之声，我是尤波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大自然中，上帝自我启示。约伯记38章1到21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我举目观望群山，我的帮助从哪里来？我的帮助从上主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诗篇121篇1到2节。身为一名媒体主播、记者，一言一行都深深影响听乐人的想法和观点。苏梦兰小姐过去播报的新闻围绕着财经、精品、房地产、企业家的题材，而她经常出入在豪宅、大公司、百货公司或者是时尚精品店。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光彩夺目，但是在某一次南极外景采访的时候，有个声音回应了他过去光鲜亮丽背后内心无人所知的贫乏。当时候不是基督徒的苏梦兰，心中有股强而有力的感动，因而立定心志，决定此后产出的每一篇报道要更具有意义。因着这样的决定，他的生命也有了新的方向和视野。所以呢，他一步一步找到天父的旨意和使命。在新的方向、新的视野中，他遇见了造物主。在2011年，在百般不愿意的状态之下，记者苏梦兰小姐前往南极进行采访。因着他认为去到南极工作要面对寒冷、艰苦的气候，他又没有现代文明的产物，但上帝打破了他这一些的想法，带给他的是无比的震撼和感动。放眼看去呢，我们刚知道南极仿佛没有什么尽头，也仿佛只有这一片天与海。所以浸泡在如此大自然之下，苏梦兰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宁静和平静。在这个时刻，她听见了一个很清晰的声音说：你在做什么？你的学涯还有努力付出的工作，只是要当一个播报机器吗？苏梦兰透露，自己其实并不知道当时使其内在转变的原因为何。直到2年前，他出访阿拉斯加，在毫无把握的情况下，他看见了令人惊艳的极光。借着大自然的震撼，深感上帝的同在与保守。苏梦兰他分享，阿拉斯加的原住民看到极光的时候，总会说那是神的旨意，而他自己在亲眼见证之后，完全理解与认同原住民所说的这句话的意义，并在此过程当中呢，明确了解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旨意。在当地，他随即致电给牧养他1年时间的小组长，与其分享自己在当下的感动。我参加小组1年了，但我没有那么坚定。但就是在那里，就是在阿拉斯加那一刻，我觉得我跟神很接近。感受到过去神不断透过所面对的一切的景象遭遇向他说话，且肯定其作为。这是苏梦兰他回忆种种的点滴，了解这位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奇妙安排。回台之后，他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正式加入了上帝国的大家庭。过去的苏梦兰曾是人定胜天这句话的信徒，他赞叹人类的文明与历史，但是当他认识到上帝之后，更加明白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创造和发明能够比造物主耶和华所造的更美更伟大，而人类更是绝对不可能人定胜天。因着我们仅是上帝所拣选在地上的管理者，我们是寄居在上帝国度的旅客。在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的经文，上帝通过风暴和自然的现象，向着约伯来发言，展现出他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风暴和自然的现象反映了上帝的创造力和奇妙的智慧。以下是从大自然当中看见上帝自我启示。第一个是上帝是创造者，在这段经文彰显了上帝是创造者。上帝他以无限的智慧和创意创造了万物，包括了大自然当中每一个生物、每一个植物和每一个地貌。从上帝创造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创造力和智慧。每一个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精妙之作，也启示我们要赞美和敬畏上帝的创造力。第二个是上帝的维持，上帝是维持者哦。在大自然当中，一切都是有次序的，是和平和那个平衡哦。从天空中的星辰运行到地球上的自然景观现象，都有它一定的规律和秩序。这是上帝维持宇宙的力量和条例，也是他保持世界运行的方式。然而透过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要感谢上帝而信靠上帝的保护跟他的带领。同时我们也应该要保持平衡和秩序，保护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和生态系统。第三个，我们可以透过这段经文看到上帝是生命的泉源源头。大自然当中的生命的繁衍和生长都是上帝赐予的福气。所以我们从草原上的动物到深海中的生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怜悯。这启示我们要珍惜生命，保护生物，同时感谢上帝的慈爱和他恩典。第四个，我们要看到上帝是救赎者。在大自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拯救力量，好像蝴蝶经过蜕变一样。上帝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并且带来新的起点。这其实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拯救和他的救赎愿意在他的慈爱和恩典当中得到新的生命。透过上帝在大自然当中来自我向约伯启示，我们看到透过这样的一个景象，他描述了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运行来启示他可以透过这样观看他的创造力，还有智慧、保护、恩典、救赎。所以也提醒我们应该珍惜上帝给我们的这片美妙的大自然，同时呢，我们也能够寻求和学习上帝的旨意跟计划。当我们面对了逆境困难的时候，也可以从大自然当中看到上帝的力量跟启示他的慈爱，相信他可以带领我们走出自己的困境，让我们的生命更加丰盛和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以感恩和敬畏的心来看待上帝创造的大自然。
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充满喜乐与盼望。我们来默想我是否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宰？我能够对他的智慧和创造力充满敬畏之心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在我们生命当中赐予的恩典跟慈爱，感谢您透过当我们观看这自然界的奇妙创造时候，向我们展现你的伟大和奇妙的作为。感谢您在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透过整个风暴和自然的现象，你若向约伯展现了你的创造力跟智慧，也让他能够认识到主上帝您的奇妙伟大。主啊，我们恳求你赐予我们更多敬虔的心，让我们能够尊重和珍惜你所创造的大自然，同时呢，也能够敬拜和遵从您的权柄跟智慧。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用心来保护你所给我们的美好的环境，珍惜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能够以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来对待您的创造。求你能够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仍能够相信你的公义和慈爱，愿意来尊敬您的权柄跟你的智慧，是给我们有更多的力量跟勇气，让我们能够依靠您的恩典跟慈爱，走向神你为我们预备命定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能够从大自然当中认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下次再见哦。